有真侪民众想尽办法，要来增强抵抗力来挡病毒。最近有袂少人连爱群组收到一条消息，讲这个正气勇气散会当防病毒，佮讲甲煮好大桶当做茶来啉，规家伙仔拢顾会着。也毋过有中医师来发现讲，这个正气勇气散内底有2种的药材是有毒的，是袂使当做茶来啉哦。 有民众伫赖群组传这条信息，写讲正气勇气散，预防这次病毒，也佮讲煮大桶水来做茶啉，全家受惠，效果嘛袂歹。但是中医师检查正气勇气散内面的中药材，发现内面有乌头甲细辛，这2种药材变来做茶啉。 虫它本身就是牵牛子，有一些毒性的细辛，它本身也是比较有一点小毒。如果本身肝肾的功能没有那么好，可能会导致一些肝肾的毒性。 中医师讲，乌头这家药名叫牵牛，是有毒的药物，细心的压制呼吸中枢，影响心肌运作，致使心率不稳定，用到剂量真危险。那像川七，它可以行气止痛活血；那杏仁呢，可以润肺止咳。那另外像这个丹竹叶，它利水清热；白芨它有一个修复黏膜的一个效果。 肺癌疫情持续影响，不少民众想要找各种的提升免疫力的方式来抵抗病毒，但是医师强调，网络流传的药材偏方，无论是西药也是中药，拢唔通家己随便买来食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无同，所以一定爱先问过医师。若无食唔到药啊，若是无法度强身，也佫会中毒伤身。